水高社文化园区挂上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就知影一年一度的真空艺术节将伫咧10月10号登场。这几档园区经过整理，唔但展示贯村特色文化，也可以当穿飞行服、扛战斗机翕相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很了解这个文化，就是来这边，然后透过穿衣服，然后还有今天好像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就可以比较了解。每一档活动拢甲军事基地、甲艺术创意结合，除了庆祝国庆日，同时互大家了解台南的历史价值。这回有志开国小战国队、空军歌校顶背集团队轮番参加游行，还有艺术表演、美食文创市集、甲文化行塔，内容多元佮丰富。这个地方是雷虎的故乡。所以之前我们就是以用雷虎的故乡来营造整个水交社的一个园区。谢谢空军这边也一直很支持我们，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，甚至文物的部分，在我们水交社这边来做展出。水高社文化园区是见证空军历史的重要场所。文化局今年嘛推出维护小组主题商品以及限定优惠，有米露、空军帽仔等等，连大米包装嘛换上干净化老师的手绘海报，开发另类的文创商机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